斯文甲卫生。时势变迁，文明日日进步。台湾的人情、风俗、道路、市区，甲20年前大各样。其中大进步的就是斯文甲卫生。百姓受文明的教化哪教，就卫生哪捌。刚好答应即个大陆来议论。斯文有内外的分别，内是学问，外是外观。旧清的时代，将汉学的儒者叫做斯文，现时就袂堪得讲，且将学问下地免论，来论外观的斯文。第一，言语世界中是台湾人的粗嘴歹话，通推做第一派。伫讲话的时，欢喜的时，受气的时，口头语拢是歹话；谈论的时大声宣嚷，无听候别人讲了就插喙插舌，这是歹习惯，无斯文。第二，衣冠，这是外观的要紧。人讲，先敬衣冠，后敬人。穿衫着爱配合身份、资格、财产，毋通穿到互人看戆眼。有一款人凊彩穿，衫裤无下须的也凊彩就买来穿。有的洋服的附属品挂毋着，有的骹虎丝挂到真乌腰底用，有的无郁无清气，起别人斗，也是伫正人的中间演说。衣裳凊彩，失礼无斯文。搁一款人穿伤过衣裳楚楚，中等人穿上顶衫的打扮，无合身份，全家业下伫身躯，所入不供所出，出门哪寒甲业户，这是装罪，袂使讲是斯文。搁一款人穿衫着得中，不免真值钱。要紧着照时制做下身，逐项着清气，着穿较素，这就是斯文。第三，礼数，对官府、对士大、对朋友，毋通无礼。毋过礼数也毋通伤济，礼多必诈。自称伤卑微，互人看做下等；称别人伤悬，变做忝微。所以礼数着得中，经现时台湾所用拄好的礼数来用，或是细声忝头，逐项着爱有礼。卫生是互人袂用行，要紧逐项着清气，清气是阳光，垃圾是见笑。第一，身体着上洗，只脚袂破边，内衫着上换。头毛毋通抹油，若用硬的头毛敏，上敏，头毛就会软。第二，困是卫生的大要紧。人半世做工，半世着困，困饱眠，人就较勇行，心情欢喜，较够读册，精神饱足。困无够眠，就较会破病，心情无平安。着困偌久，记忆会短。囡仔4岁着困12点钟，囡仔7岁着困11点钟，囡仔8、9岁着困10点半钟，囡仔10、11岁着困10点钟，囡仔12岁着困9点钟，大人着困8点钟。困的时毋通用被盖面，才袂受好空气。枕头毋通用伤悬，头壳若较悬先盖，肺较恶伫透到头脑。近来较爱用棉的枕头，也有人传染无用枕头，所以困毋通毋谨慎。第三，啉甲食逐项物着有清气才通食。照现时底溪口有真侪款的病是对食来传染，所以着洗清气，煮熟着空，鱼类、肉类过老无生毋通食。第四，
徛起的所在，厅堂着常常清洁，厝顶涂骹着扫除，逐项着清洁，椅桌着洗着清，房间床的着清气，被笑着相拍，着互空气日光袂到，就无歹味，也袂消毒。水沟着通流，毋通积滞，便所着上摒清气，市政生的所在着离较远，要紧着无碍卫生。